新竹市去年4月向中央争取成立数位实业高中，今年初已经得到教育部的同意，按算今年会收头一届48位学生。今仔日市政府甲阳明交通大学也个清华大学签署着这合作同意书，未来会有2间大学的资源来帮助，要用这数位学习的教育方式，培育更较侪人才。 在大家见证之下，新竹市长甲阳明交通大学以及清华大学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宣布未来会专业合作新竹市数位实验高中，提供免费资源甲数位课程，来帮助学生打造出全新的教育环境。基本上我们都是全部用免费的方式来提供给这个数位高中，希望这个高中进来的学生毕业以后都是最优秀的。在比如师资的资源，还有课程，然后场地设备都来做。那清大也很乐意来做这样更深一层的合作，运用两校相关的一个资源，那包含这个异地的课程，还有资源的共享。 课程的导入，还有让我们的高中的学生提早接触到我们一流大学的相关的一个师资。用数位的方式，学校在安排这种课程的时候会非常的弹性，所以我们非常的乐观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数位实验高中的成型。市府指出，数位实验高中第一届按算收3个班，总共48个学生。 学生会当透过特殊选材，也是以会考成绩2种方法提出申请。未来学校会以数位学习环境为基础，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这囡仔伊也有一个较特殊的才艺，对这个才艺伊也足介意，嘛足努力来培养，来参与，有袂歹的成绩，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用申请入学，申请的入学。 伊可能爱有咱会考的成绩有一个 A， 第使来申请。比较一般普通的高中生，伊有较侪时间会使来做伊学习的代志安尼，嘛较丰富，嘛较有趣味安尼。乡村新竹科学园区有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新竹市数位实验高中未来按算透过实体配合线顶教学的方式，提供学生一个学习高科技的环境。 今年9月要正式开学，这也是全台湾第2间的数位实验高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